来关心交通的消息，讲起来是痛苦的上班经验。早起我要来上班，为家人赛车赛到台北要上班，赛2点外钟。这是因为安怎？因为国道1号十字路南的交流道侧，因为落大雨崩山，想要到站的，赶快的路段离超过10公尺的所在，又果是大崩。这一台列车车和拖车去地着路顶嘛倒去，影响范围是头一摆崩去的2倍。加载无人员受伤，现场工作人员是表示讲，透早发现讲山壁顶有一粒真大粒的石头，恐惊下个崩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去现场看过了，讲伊明仔载早起6点来抢通内线道为目标，所以讲建议咱家人乡亲明仔载要来台北上班进前，先了解一下工程进度，若无你就坐火车较妥当。派几啊台怪手伫咧开挖，要将占2线道的土石刷走。若这个路段昨日下晡才打发生大规模的土石流，想到昨暝山壁搁一摆崩落来。国道1号南下汐止路段发生2度走山，而两地只差了不到10公尺，甚至第2次坍方影响的范围还是原本的2倍。山脚本来要载土的连接车，去土石陷着，车倒轨歪去，路边的电火条啊嘛伸着滚头皮，相关单位紧急刷掉，同时将国道5道到十字路段含5道路南的入口全面封路。各工作人员下早来到现场会勘，发现崩山所在变个真大船，佮加上这几天落大雨，土石干水，才会发生意外，加载无人受伤。那我们还是可以打相关的挡土针，这不会受天候影响。礼拜5原来是预估说可以抢通，但是因为又大幅滑落的土石下来，那这个土石量又比之前又多很多，所以说这个通车的时间点目前还没有办法预估。现场的工程人员嘛讲，土石啊有继续在落，今仔下早啊山壁顶嘛出现一粒大粒的石头，有可能会连落来，所以除了会针对崩山路段做甲用力，卖整修路面，来避免同款的意外搁一摆发生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